那是自然。你和他从小耳鬓厮磨，不知道说过多少悄悄话呢。不是小时候的悄悄话，是我和林妹妹都长大以后立下的一个约定，很郑重的，就是我一定会娶林妹妹。这约定未曾履行，妹妹如何会死？薛姐姐，我知道今日我娶的是姐姐，我也喜欢呢。姐姐在我身边，我总是喜欢的。可毕竟，我和姐姐没有那个约定，那金玉良缘是别人的说法罢了。可我和林妹妹有约定，那就不仅是个说法，是一定要履行的。我这么说你就懂了吧？我还没娶林妹妹呢，她绝对不会死的。你，哎，二奶奶，真是的，二爷，你这种话如何能在二奶奶面前说呀？你不是拿刀戳她的心吗？薛姐姐她不高兴了。哎呀，双儿，不高兴了。回头你跟秦二奶奶说说。秦哥还疯癫着，他还病着呢，他的话不能当真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要是他想在这儿，就让他待会儿，可也不能老在这儿，那像个什么话呀？他要是饿了倦了，你就把他领回家去。回家？回家？回家？宝琴，回家？赶紧给姑娘拜拜去。回家。君儿，日后家里这些事情，你都要帮我处置。如今你还不熟悉，不能上手，我还是不能不操心。可总有一天，咱家的这个权柄，我会交到你的手上。是，儿媳知道。你们家林姑娘生前留下遗言，用她的银子给你俩赎身，各为你俩付了赎银200两，另外又给雪雁200两，英哥300两。如今我放你们回家去。雪雁，你拿上400两银子。英哥，你拿上500两。回去，足够你们在家里做个小本生意了。你们，这就走吧。谢太太恩典。太太，奴才不要钱。奴才想请太太格外开恩，允许奴才为林姑娘守灵。姑娘的灵堂在一日，奴才就为姑娘守一日，请太太恩准。他们主仆俩原来很是融洽，英哥既有这个心，我看应该成全他。是啊，林姑娘的灵堂也应该有个人照应着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我看也没什么不可。这样吧，你家姑娘留给你的银子，你还是拿着，愿在守灵时做些用度呢，随你。日后总归还是要回家，到那时再带回去呢，也随你。谢太太恩典。来，快！太太，薛家来人了。参见太太。柯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君姐，家里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科儿，起来说话。谢太太。君姐，你坐下，姨妈让我跟你慢慢说。行了，你快说吧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是我从兄。我哥，他又怎么了？他把嫂子给打死了。什么？
如何会出这种事？君儿，你别着急，先听他说。听姨妈说，当时兄嫂先是吵嘴，接着就动了手。文龙兄抓起一只酒坛砸到嫂子头上。天哪！这不是要了我妈的命吗？起初，姨妈倒还算正经，昨晚就找了我去。先到嫂子娘家，就是桂花夏家去说相，总要先熄灭那夏家人的火。人死了不能复活，打官司又能怎样？劝那夏家人多收些赔付，把这段孽缘了断就是。没用，没用的。俊姐说的是，果真是没用。我去说了，不料夏家兄弟带一大群家人到了咱家，来了就骂就闹，还报了官。官府来人见嫂子横尸在地，验了尸，就把文龙兄锁拿了去。姨妈这才大哭起来，嘱咐我拿上银票到官府去打点，希望能免了文龙兄的牢狱之灾。夏家绝不会答应，人家也有人，也有钱。哥哥怕是死定了。夏家兄弟就是这样说的，说他们不缺银子，杀人就需偿命，只要我文龙兄拿人头来祭奠他姐。如今姨妈只是哭，我只好来见君姐，请姐姐拿个主意，日后如何是好？太太，儿媳昨日才嫁过来，原不该转天就回娘家去。可是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求太太恩典，让儿媳回去几日，帮着母亲把诸事安排妥帖。儿媳必定急忙赶回来。咱们是大户人家，原本万事都有规矩，最怕人家笑话。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这不是别个，是我亲姐姐家。这又要救人，又要救急，我不应允你，又能怎么办？谢太太。哎，等等，君儿，你嫁过来，我跟你娘原本是有个约定的，你要先帮着这边这个家渡过难关。至于约定的内容是个什么事儿，我估摸着你也是知道的。如今你娘家那边也遇到了难关，这两个家两道关，咱都得过。我只是要你回去时提醒着你娘，别忘了我跟她的约定，她可万万不能反悔啊。是。客弟，咱们走吧。原以为君儿嫁过来，我也多了个帮手，谁想到……他家里的事儿再难办，总得有个完。到时候，他一定会全心帮着咱们这边。如今，我也只好靠你，全心全意地帮我了。我自然会帮你的，可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份，怕有些事情都很难办。我想跟老爷说，把你的身份恢复起来。这莲儿好不容易把我赶出家门，他怕是不会答应的。那怕也由不得他。门呐，出来！连长都哪去了？出来！打死了，这会儿出来了！出来！谢文荣被官府抓起来，这老娘在！出来！我今天多破今天！连长，杀人偿命！连长都哪去了？出来！你们出来！就甭打死了，这会儿！哎呦，出来呀！好，兄弟们，咱们找他去，让他出来给咱妹子磕头。走，走，走，走开！出来！我这不出来就走过了。出来！告诉你们，给我出来！今天破明天，杀人偿命！出来！家兄弟，这事不是虚想啊！我安生日子！开门！开门！出来！
你们是哪里的？回大人，我们是夏桂花的兄弟。你们为何在此闹事？我妹子是他媳妇儿，被薛文龙给打死了。薛文龙已经在押，官府自会审理。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们是在此讲理。你们这叫讲理吗？你们这是闯民宅，滋扰生事。我兄弟和嫂子吵架，打死了嫂子，当然是不该。可我母亲无辜，你们为何欺辱他老人家？人都有父母长辈，长幼尊卑之分，不可逾越。你们这么做，自是不该。那好，我们就找你。我既是来了，还怕你们找吗？皇天之下，自有王法。我哥失手已是犯法，你们总不至于也要知法犯法吧？我劝你们先回去看官府是如何处置。嫂子往生已是悲剧，就不要再出新的悲剧了吧。薛姑娘说的在理，本官赞成。都回去吧，待官府衙门来裁定。好，这事儿没完。他薛文龙不偿命，我们绝不罢休，走着瞧。哼！哼！有劳官爷了。我哥在狱中，还望官爷尽量关照。这就难了，毕竟是命案，麻烦大了。你们薛府在京城是何等人家呀？你家的事，我们当然会慎重处置，可人命关天，就不好办了。告辞。吴英，快开门呐！是我，薛姐姐。姐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吓死我们了！好了，君儿啊，妈，为娘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妈，别急，能不急吗？你哥犯了命案，夏家人有不依不饶，必要置他于死地，要赶快想办法。你回来就好了，赶快带上银子，去京兆府活动，甭管花多少银子，也要保你哥的命。我已经给跟咱们熟悉的人，能说上话的那几位官场的旧交都送了信儿，你回来就好了。带上薛科，只好从本准备给你婆家帮忙的那40万两银子中，你先拿上20万两去活动。啊，妈，这种时候什么都别说了，快去，救你哥的命要紧，快去啊，孩子！啊！贤德妃的弟弟宝琴已经迎娶了薛家的闺女，薛家答应借钱给赵家还上那40万两罪银。哼，这赵府还真是个老实人。李亲王洪熙用的40万两罪银购的红衣大炮已经进了郑家庄了。如果赵府还上了这40万两罪银，这步棋岂不就失效了吗？朕还是那句话，对郑家庄那头来说，现在是一静不如一动。是脓疮迟早要穿头的。其实他洪熙私购红衣大炮，这就已经可以定他的罪了。哼，那么做倒是简单了。当年先皇就是这么办的。所谓快刀斩乱麻，倒是痛快，可后患无穷啊！案子一开，千丝万缕的牵连，就是一场地震，
他洪熙不是一个人，旁边还围着一群王公贵族，还存着念想，还怀着怨愤，都有自己的圈子，都长着一张嘴。人的嘴是堵不住的，否则父皇后来也就不会梦魇睡不着觉了，也不必弄出现在这么一大堆麻烦事。所以要让他洪熙自己表演，他自己把其一步步走下来。朕要的是一劳永逸。皇上真是用心良苦，仁至义尽呐。所以不能让赵府还上这罪银。下李府、赵府这步棋，是因为他们京城4大家族从上一辈就和废太子胤禛、李亲王洪熙交好，这是王公贵族，朝廷大臣都尽人皆知的，在这儿施压，就可以造成一种氛围，知情人心里都清楚，外部也不明就里，不会造成震荡。就像掰腕子，使的是内力。如今倒有个契机，薛府的公子薛文龙失手打死了媳妇，这死者的娘家不依不饶，告到了官府。薛府使银子，动关系上下活动，要保住薛文龙的命。按私下说，这失手致死人命，如是留他一命，也是可以的。至少可以先拖着，让他薛府把银子花得差不多了，也就没有能力再帮赵府还罪银了。可以，只好委屈京城这4大家族了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斟酌着办吧。臣明白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刚刚得着个信儿，您要娶回家的那个女弟子，那个美如天仙的林姑娘，她死了。什么？我听说啊，那个贤玉生的秦二爷，他昨日偷偷的娶了薛家的一个姑娘来，大人的那个女弟子就吃了醋了，当晚就跳了河。他娘的！要了我的命吗？要了我的命吗？大人对林姑娘动的是真心。放肆！本大人是要娶她为妻的，他们竟害死了她，我岂能甘心？我岂能甘心？禀大人，赵大人求见。京堂大人。哦，恩师啊，恩师快请坐。好。恩师有事啊？是这么回事。我呢，近来有了个渠道，打算筹措一笔款子。准备先把李家那笔最产的窟窿给填补上，可这需要些时日才能办妥帖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请京堂大人跟我一起给皇上上一道折子，道明臣下的苦衷。也请皇上能够再宽限些日子，不知道京堂大人以为如何？京堂大人，听说学生那女弟子在恩师府上去世了。是，哎呀，昨天晚上突然离世。不过卓京已然将他的后事料理妥当。这上折子的事可设了灵堂？倒是听卓京说了。灵堂就在萧玉馆，我的意思，事不宜迟，这道折子
请惊堂大人这就命毕。学生想这就去吊唁我那女弟子，至于别的事情，请恩师准予学生都先放一放。啊，好，请啊。多谢大人。治本节来还节去，花非人倦且归来。这两句诗不知谁人所写？这个，啊，还真是不知道。英哥，你可知道？禀老爷，听秦二爷说，诗是林姑娘的，是秦二爷写在这里的。哦，这头一句诗，正是我那女弟子的写照。那还是在南方的时候，学生自从教了她，便很是喜欢她，喜欢她的洁净，不是她衣裳之洁净，甚至不是她的容颜，是这里，这里，从里到外都是洁净的，一尘不沾，好像她不是来自这个尘世。不瞒恩师，当年在学生遇到恩师之前，也曾经满世界钻营，无非就是为了个前程。我知道为了这个，学生沾染了一身的肮脏，怕是洗也洗不干净。可是学生只要一见到我这个女弟子，立刻便觉得自身洁净了许多，好像闷在雾霭中好久好久，忽然之间就看到个澄明的世界。然学生何其不幸，他这么年轻就离去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何其不幸啊！恩师，方才在南华厅，那铜上折子的事，学生未曾应允恩师，因为学生在宫里头得到个消息，皇上恐怕就要颁旨给学生。虽不是谕命学生查抄恩师的家，却是要学生先将恩师家产细细盘点，以待后旨。啊！听说皇上谈及此事，龙颜震怒。啊！虽然学生不知道此事真假，恩师若要探明圣意，比学生要方便百倍。所以学生的意思，恩师必要胸有成竹，方能有的放矢。告辞，恩师不必送了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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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爷又演着了，真是好吓人啊！我就说这儿不好，你们偏要我睡在这儿。这里是新房，多睡几日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可我睡在这里，我梦不到林妹妹。又说混话了，这睡觉还能想梦到谁，就一准能梦到。若是睡在萧玉馆，一准能梦到我林妹妹。二爷，不可这样混说。萧玉馆如今是林姑娘的灵堂。哎，妹妹若是在外头闲游的倦了，回家时，我还能头一个见到她。对，就这样。二爷，我这就过去。可不能这样，二爷，听话。这就去那头。二爷，不能，二爷。你们把我要的东西收拾一下。二爷，给我搬到那头去。二爷，我去那头睡。不能这样，二爷，二爷，哎，你们几个跟着二爷到园子那边，我这就去禀报太太。真是不让我省心呐！我把琴儿交给你，你就这么不管事吗？
气死我了！晴儿，晴儿，晴儿呢？嘘！给太太请安。秦二爷正睡着呢。睡了？二爷来找林姑娘，说要到林姑娘的床上去做梦，奴才拦不住，只能服侍二爷睡下了。睡着了？是。真是的，这些日子从没见二爷睡得这么香甜过。那也不能睡在这儿啊，这像什么样子嘛？晴儿的脉象如何？禀太太，在下给秦二爷瞧过不少回病，从未见过二爷这么好过，脉气沉静，神安欲散，再进些调理的药，真渴望痊愈了。奇怪。真是奇怪呀，双儿，晴儿在新房那边怎么样？就是昨晚做了一晚上噩梦，我见她手舞足蹈，胡乱抓挠，真是演得不轻，所以二爷一大早就嚷嚷着要到萧玉馆来住。哎，这个孽障啊！太太，我看啊，也只好先由着宝琴。她的病是新生，所以也只有心治。如今他是不相信林姑娘死了，总觉得林姑娘还会回来，所以在这儿等着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正当秦二奶奶娘家有事儿不在这里，不妨就让宝琴在这住上几日。大夫啊，你是怎么看？莲二奶奶的话确实至理，但凡人给心病哽住了，总要先把他的妄念给除了。既然大夫都这么说了，罢了，让他在这里待上几日好了。双儿，你带上麝月他们到这儿来服侍，可不能再出什么事情了。是。吓人呼啦的，哎。老爷。你怎么来了？如今府上的事情是越来越棘手了，我请老爷开个族人会议，让凤丫头复婚，好继续帮我们把府里的事情都名正言顺地管起来。前次莲儿休妻，就是趁着你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有大哥大嫂的支持，又擅自与赵天佑通了款曲，这才得逞。我回来听说后，早已生力回气，可我看凤丫头好像并不介意，也没跟咱们闹着要复婚的事儿嘛。凤丫头还真是没闹，是我瞅着她没了莲二奶奶的名头。可是府里该做的事情，她一件也没少做。再说了，府里的下人见了她，还是称她二奶奶，可见还是服帖她。什么名头，人家是不管的。那莲儿倒是有个名头，可她自从休了自家老婆，也该做点正经事才是，可还是什么都不做。结果呢，还是凤丫头看着我的面子，做的跟从前一样。这叫什么呀？啊，她莲儿不要脸面，大哥大嫂不要脸面，可我总得要个脸面吧？行了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我这就找他们来。凤丫头知道吗？我问过她了，除了莲二奶奶的名头，她还要什么？她说，莲儿偷了她的存折，要讨回来。哎，
其实也就是讨个名头，夫妻间的那点情分，早就烟消云散了。今日所议，是我家族这2个晚辈的事情，我要他们复婚。凭什么？放肆！你给我坐下！要我说啊，你这可真是多此一举啊！你看他们俩那样子，岂不是正应了那句话“强扭的瓜，不甜”吧？瓜甜瓜苦我不管。今日我要他俩复婚，是要给凤丫头讨个公道。她不能做着莲二奶奶的事情，却没有莲二奶奶的名头。咱这府上原是男主外，女主内。如今可好，大哥在外头，正事儿是一律不管，全都放在我肩头上。你儿子呢，说把老婆休了就把老婆休了，可是老婆原先做的好好的内务，他也不管。跟你们说，我也是忍无可忍，今日才要出这个头。不然等不到皇上颁下谕旨查抄了咱们这个家，咱们府里就先乱起来了。恐怕到那时候，好歹你们会做出点像样的事情来。我看还是一个个的游手好闲，诸事不为，便是天塌地陷，油瓶子倒了也不会服。今日我把话说在这儿，这府里的事情，你们若是能管起来，个个晚睡早起，担起内务的职责，那就算我看错了你们，说错了你们。若是管不起来，个个还要外出赌博、嫖娼宿妓，乐得做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大老爷、小老爷，却要凤丫头一面辛苦着做事，还要受着你们休妻的委屈，我绝不再允许。我赞成二伯。前次我主持莲二休妻，都是大伯逼迫你。大哥，你怎么说？我原是为了儿子。莲儿，那就剩你一个了。你为休妻，在外头骗了荣哥的证词，我跟你说，那是做不得准的。你在外头赌，输了银子，却偷了凤丫头的存折，其中一个还勾结元和钱庄的刘胖子，枉法套现。就凭这一条，我即可让官府拿你。你若是与凤丫头复了婚，把存折还给她，我便是想撕了你的脸皮，我也还要给凤丫头留个脸面。说吧，干脆点，给我个话。我听二叔的就是。好，让他签字画押。二奶奶的屋子，二爷除了拿走了这些折子，别的我都没让他动。哼，算他还有点良心，没把这些钱全都给糟蹋了。我会跟二爷说，
让他过来。不必，我今日回来，不过是让老爷太太帮我撑个面子。发生这等事儿，他见我烦，我见他更烦，从此再也不会在一起了。你既还能容他，让他跟你过就好了。这老房子，我即便过来，也不过是点个卯，哪里还会有原先的感觉？见不着妹妹了，见不着妹妹了。二爷，既然见不着林姑娘，咱们还是回自个儿家去吧。这样子等她，终归不是法子。可不，梦里就是见到了，一眨眼，她又没了。二爷，咱回去吧。林妹妹或者是走得远了，我得一边去寻她，一边呼喊她的名字，她这才知道我正在等她。二爷，你可千万不能去找啊！林姑娘走了这么久，怕是走到了阴曹地府，你还能到阎王那儿去找啊？不会的，我林妹妹她是仙女，不归阎王管。可林姑娘是不是仙女？她脑门上又没刻着字，阎王哪里会知晓啊？或者，真当她是凡人了，就这么留下她也说不定。有道理。兴许妹妹她走错了路，真走到她那儿去了。这世上黑咕隆咚的，走到她那儿去了。哎，不成，我得去找阎王，让他放我林妹妹回来。哎，二爷，你可千万别动这种脑筋啊！你想啊，林姑娘她是仙女，阎王就是留下她了，早晚也会知晓她的身份，也就放她回来了。可二爷你不是神仙啊，你早早的去了阎王那儿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结果呢，你想想，你去了，林姑娘回来了，你倒自个儿留那儿了，这才真叫是找死吗？对，你说的对，可总得想个法子，得想个万全的法子。我看咱回家去想吧。我有法子了。咱这就回家去。哎，不，我这个法子，在这个园子里头更方便。什么？你们既不愿意让我住在林妹妹这儿，那咱们就回怡红院里面去住就好了。不成，二爷，如今咱们有了新家了。那你就跟太太去说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二爷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郑家庄。二爷，二爷，郑家庄？他去那里做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我追上去，见二爷找到了明烟，两人骑着马走了。为何不坐轿子？不知道，大概是嫌路远，赶着去，赶着回来。真是不让我省心呐。去郑家庄倒没什么，可骑着马去多累啊！双儿啊，哎，你赶快备顶轿子，到郑家庄去接他。就算赢在半道上，也能省点力。是。